连续。各位下这大家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咱作为起立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咱来俄罗咱的主，咱的上帝。现在我的无搁再是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手接我者。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着。他活的我，基督在我里面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着。现在我的不再是我，是主点的我的我。现在我的不再是我，是主点的我的我。有我，基督点的我的我。现在我的不再是我，是主点的我的我。
在活着不再是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着。他活的我，基督在我里面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流着。现在我的，现在我的不再是我，是主点的我的我。现在我的不再是我，是主点的我的我。再唱个有我，有我，有我，基督点的我的我。现在我的不再是我，是主点的我的我。有我。有我，有我，基督点的我的我。现在我的不再是我，是主点的我的我。是主点的我的我，是主点的我的我，是主点的我的我。咱要做伙来感谢献上咱的祈祷，加承认咱的亏欠，献上我们的感恩，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咱得着为定当的国。就有恩惠，通用虔诚敬畏来服侍，互上帝欢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咱若认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除咱拢总的不义。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能够呼吸，能够饮食，我们都要感谢哦。咱会当啉食，会当呼吸，咱拢爱感谢主吼。咱求主来赦免咱有亏欠的所在，亏欠他的地方，我们来承认我们的罪。咱开声来祈祷。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主，我们和你们一同去敬拜，阮作为学乐敬拜。而且，阮恳求你的怜悯、你的听、你的恩典，继续充满伫阮的中间，让阮会通直接来经历上帝你的恩典。也阮有亏欠人、亏欠上帝，求主你啊，直接来赦免阮，你的保惠来清气，让阮会通好胆无惊的来到主是阮的宝座前，就要得到主你的怜悯。哈利路亚，愿主你搁一遍来提醒阮，听上帝，听人。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通做伙伫遮学乐来敬拜，一起来赞美、感谢上帝。主，阮感谢有亏欠你，伫暗前的中间有过失，求你来赦免，求你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着你的怜悯，互阮会通伫你的面前来得到怜悯、得到恩典。愿做伫遮献上学乐，愿主你来干纳。愿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感受到你的同在。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这请坐。咱也要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用主的话宣告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学伊吟诗，学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作为。咱要献上咱的祈祷吼，特别咱知影，即马台湾现在台湾最缺乏是什么？
咱拢知啦吼。啊，不过咱无法度去做制造水，只有这位上帝吼。咱恳求上帝看见咱的欠缺，怜悯咱的需要，看见我们的缺乏，怜悯我们的需要，让我们信仰来祈求。民间在求护呢，对吧？我们呢有没有向上帝来祈求？恩待我们台湾，恩台湾，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为我们国家安全，为我们在世界的地位，为了咱的世界为了咱的国家安全来祈祷。祷告，主，我们为了我们在自己的多元文化当中，我们仍然是向着同一个方向，求主你改变台湾的属灵境，就在这当中来捆绑一些台湾黑暗的权势，要离开我们台湾乡里的平安跟喜乐，求圣灵感动百姓都行在真理的当中，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主，阮感谢你，让台湾会通影响全世界，特别伫这晶片的顶面，总是阮知影，这拢需要雨水。伫这制造的过程中间，需要主你降落你稳定的雨，让阮台湾会通得到你温和的滋润。愿你降下恩雨，帮助我们能够度过这个缺水的危机，也让我们知道谁才是真正那掌管万有的上帝。我们能够与主来连结，在我们困境、干旱、无水喝的时候，主你就怜悯我们，你的怜阮，互阮会通直接来经历你的稳定享受。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为着咱的需要来祈祷我们宣告主的话说：看啊，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与他们。看，我要予伊的伤复原，各用好药医好伊，各将丰盛的平安甲诚实显明伫因。我们要为了这几方面，如果你在身心灵的健康需要被祝福，婚姻感情产业，还有你的工作有没有受到一些的影响？事业有没有因为疫情被影响？咱的学业这囡仔的课业需要智慧需要智慧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从上帝来的这样的和睦？有没有从上帝来的这样的恩慈在我们当中如果你在这几方面，在这几方面需要的，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同工会为你来祷告，或者是你坐着，你坐的伫遮来恳求祈祷，手放伫迄啲无爽快的所在，奉耶稣的名来宣告牧师有这祈祷文，你也是可以照这样祷告文宣告，在你各样的系统上，主来掌权主来掌管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你开声来祈祷，也是你有需要，你会当站起来同工会为你祷告，为了你来祈祷。开口来祷告，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奉你的名伫遮来恳求你，伊伫个关联充满伫阮中间，也互阮会当伫遮来经历，你是迄位守住怜悯，伊伫遥远老远，伊伫阮的上帝。主啊，阮奉你的名，伫阮祝福，互阮无论是呼吸的系统，阮消化系统，阮伫阮制造这会系统，主啊，阮拢需要你的同在，我们都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的保护，特别在这疫情当中，我们需要你的保护，出入平安，免于恐惧，也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安喜乐充满。主，阮感谢你，互阮会通伫遮知影你是迄位享受阮心灵皆全的主。你是给我们身心灵能够整全，因为你知道我们，你创造我们，你造我们各样的系统，也帮助我们能够在每个系统互相的连结当中，都能够互相效力、互相的连结，也得到主你的同在、你的医治。阮恳求这几方面，阮的欠缺需要，阮需要主你的医治、你的供应、你的平安、你的喜乐。拄起阮惊吓的心，面对这疫情所带来的惊吓，互阮有喜乐的心，就是上好的药来医治阮。互阮的心灵拢会通勇行，灵魂体得到形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最后要为着咱主日今仔日要召开和会来修完祈祷，一起来宣告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恁着三对认罪，三体祈祷，通得到医好。义人的祈祷，伊的力量有大功效。以利亚是甲咱同情的人，伊切切求无得落雨，就无落雨。伫第2日过3年过6月日，伊搁祈祷，天就落雨，地就出土产。阿妹为着咱个人甲上帝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咱今仔会员好会其中也要补选1名的执事过来了后有协会的会员大会、志工大会、各样的会议各样会议，求主来同在掌权花卉班第1期已经在研习还有纪要真理班等等，求主来甲咱相同在。甚至助学金的委员会也求主赐福祝福这青年学子因伫因的课业顶面来通荣耀上帝，也互咱嘉南的这子弟会当伫这个社会伫这个课业顶面来荣神益人为着这来祈祷，咱作为起立，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开口来祷告，也为牧师来祝福来祷告，透过上帝的话来宣扬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真理要让咱会当得到自由。咱开声来祈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因着你的爱，让我们能够一同聚集敬拜。我们借着赞美敬拜，愿你来悦纳。主，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求你继续的来恩待我们，就在我们的里面。透过你的话，透过你的话来帮助我，我们明白你是为真正的神，真正上帝，你是修持万米、好米、敬畏你的人，愿主你来赐福，感谢主。感谢主耶稣，因着你的爱，使我们能够从没有盼望、不配，可以在这里一起站立敬拜你。我们从前是在死亡的权柄底下，现在因为你的救赎，所以我们能够，不管是我们什么样的身份，被看为卑贱，或者是我们是有这样的荣耀名誉的身份，在你的眼中都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目睭内，拢是同款，拢是你愿意用同价钱来救赎我们的。愿主你神说，在今仔日礼拜中间，透过学了敬拜，上帝你的话祈祷来拄着你，感受你的同在。愿这时也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用祷告文、主导文，我们做伙来祈祷讲：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咱阁用台语来做伙来祈祷一遍。愿你天地的飞，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们。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我的嘴就要报扬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小祭你也无欢喜，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伊。
主的愿望是，互咱有喜乐，会当开嘴来学乐的主，阿妹吗？咱做伙来学乐伊。咱着笑眯眯，逐天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着笑眯眯，逐天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拜你。主嘛讲，囡仔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当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伫脚带路。咱着笑眯眯，咱着笑眯眯，逐天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着笑眯眯，逐天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拜你。主嘛讲，囡仔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当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伫脚带路。咱的主是为咱陪重担的主，带路的主。咱要用信心学乐来敬拜咱的主。哈利路亚！搁一届来。咱着笑眯眯，逐天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着笑眯眯，逐天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拜你。主嘛讲，囡仔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当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伫脚带路。咱着笑眯眯，逐天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着笑眯眯，逐天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拜你。主嘛讲，囡仔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当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伫脚带路。主嘛讲，囡仔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当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伫脚带。主嘛讲，捌对你讲，主嘛讲，囡仔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当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伫脚带路。你若有当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伫脚带路。搁一个来，你若有当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伫脚带路。咱们来宣告，主是咱的帮助，咱拍鼓啊，学乐予伊。寻求神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寻找的必要寻见，敲门的神就要给我们开门。爱慕神的人必得着满足，神他就是爱，永远不更改。寻求神的人必不致羞愧，神必定公义，神是最美的善言。寻求神的人，爱慕神的人必得着满足，神他就是爱，永远不更改。寻求神的人必不致羞愧，神必定公义，神是最美的善言。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我经历
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一切寻求的心存盼望，就必寻见。神你真美好，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我经历你的心事，数算你的恩典。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一切寻求的心存盼望，就必寻见。信无主的人，要得到满足，要得到喜乐。也唔茫，互咱有个活的生命。咱做伙来唱。信无你的人，的确有满足。上帝你会听，永远无变化。找求你的人，的确有福气。你为你强用的希望会闪耀。上帝真正好，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一步。我经历你的心事，行伫阮前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一步。咱着追求心内有梦，就有福气。信无你的人，信无你的人，的确有满足。上帝你会听，永远无变化。追求你的人，的确有福气。你为你强应，上帝希望会闪耀。咱做伙举手来敬拜上帝。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一步。我经历你的心事，行伫阮前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一步。咱着追求心内有梦，就有福气。咱来宣告上帝真正好，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一步。我经历你的心事，行伫阮前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一步。咱着追求心内有梦，就有福气。咱着追求。咱着追求心内有梦，就有福气。咱是有福气的人，阿妹吗？阿妹，阿妹，大家请坐。上帝要予咱有新的眼光，搁一届来看见无同款的物件，要来看咱的生命，要来看咱的环境。天色虽然黑暗，星星幽暗地遐闪烁。暗暝虽然孤单，时间若到，天总是会到。关山虽然危险，星星就通爬到山顶，路途虽然遥远，
谁人会当搬过所有艰难在地？谁人会当看见迷茫的背？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着打开心内的窗，谁人会当搬过所有艰难在地？谁人会当看见迷茫的背？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着打开心内的窗，予你的眼光看见希望。天色虽然黑暗，真心犹原伫遐闪烁。暗暝虽然孤单，时间若到，天总是会光。关山虽然危险，星星就通爬到山顶，路途虽然遥远，若有听心就通行到天的彼边。谁人会当搬过所有艰难在地？谁人会当看见迷茫的背？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着打开心内的窗，谁人会当搬过所有艰难在地？谁人会当看见迷茫的背？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着打开心内的窗，予你的眼光看见希望。主，阮奉你名三甲自执，学乐敬拜，就是需要你拍开阮心内的窗，看见你伫阮生命中所要想事的美梦、永远的毋望。愿主你，互阮看见，你是呼召阮囝仔劳苦担重担的，会当到伫阮遮的上帝，帮助阮，会当伫阮的生命中间，看见你，会当互阮得到逃亡自由迄位主。主，你呼召我们烦恼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能够得安息，你就使我们能够在灵里面真正得着自由。因为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自由。释放我们在这世上的劳苦，能够有一些喘息来到你的面前，用信心来经历你的同在、你的供应、你的医治，跟你所赐的平安。主，阮伫遮联合来礼拜，无同款的语言，同时主你同款看待阮，你同款看阮是做宝贝。愿阮的学乐敬拜得到你的甘纳，愿我们的敬拜赞美得着你的悦纳。听阮伫你的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同心来唱圣诗学乐上帝，圣诗第18首《我心学乐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是学乐上帝，主的眼我的背。
人担心来祈祷。至上的天父，感谢你赏赐丰富的恩典，感谢你常常甲阮伫地。你是阮的拯救，甲避难所。我靠你的人大有福气，最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你听你守你改的命令，你要守约是乐之爱，直到千代。当我用心灵甲诚实，感谢俄罗的心，阮来到你的面前，要敬拜俄罗你的名。主，阮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担当阮的罪，佮甘愿承受凌辱鞭拍，忍受痛痛。佮受钉死伫十字架顶，顺服到死。互见了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罪通得到赦免，性命得到永生。因为你是对死呢国外的主。主你讲，阮若承认家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会赦免阮的罪，洗清阮一切不义。因为伫你的内面，阮就通享受真正的自由，甲真正的平安。当阮恳求圣神帮助阮的教会，通活出十字架的意义。恳求圣神充满帮助受恩的正经字，互阮伫正人人群的中间，通宣扬你无限的疼，尽阮所为，热心来传扬福音，来带人归入主。互还未入捌你的人，人灵魂通得救，生命通得到更较丰盛。互阮的教会更加兴旺，荣耀主你的名。主，阮来恳求圣神，你亲自来加添阮每一个人的气力，甲阮的信心，开启阮心灵内面的视眼光，有新的视野的目睭，互阮毋只是看见困难，搁开通看见上帝你的恩典甲你的作为。学习凡事无倚靠家己，单单来信靠上帝。仰望天顶的爸，互阮会通做一个祈祷的囝儿，到主你的面前，谦卑顺服，听你教示求智慧，实行真理，凡事照次序来行。互阮将一切愿望拢放伫上帝，学习你的款式，照安尼去帮助服侍正人。因为阮确信。只有你是恩典的源头，阮愿意将阮的生命拢交托予你，帮助阮一生通得到光强壮大，穿着全副的军装，为主你来拍美好的战争，诚做上帝你的好管家，显明上帝你的荣耀，也见证主你的名。阮求主也眷顾看顾，伫阮肢体中间有侪侪遮兄姐。因心灵欠安病痛，但愿你也施了怜悯，用慈悲来款待因大家，或者肢体拢通得到你的医治甲你的安慰。上帝，你亲自来陪因的重担、因的忧愁、因的苦痛，互因通得到透望，享受伫主你内面即个真正的平安甲喜乐。但愿也要将今早起的好花甲选举。拢交托伫主你的面前，阮也要为着先知助学金这个机构来祈祷，愿你帮助先知助学金所做每一个事工，拢通荣耀主你的名，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所做拢通得到主你的保守，得到顺利，拢合主你的心意。阮同心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有主的名，仰望基督。请坐。这是念要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32诗篇130篇，圣诗后面启应文32。诗篇130篇，
咱做来启用。上主啊，我对深渊求救你。主啊，求你听我的声，求你压耳孔听我的恳求。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主啊，啥物人徛袂牢？总是你为赦免人，互人通敬畏你。我迫切听候上主。我仰望你的话。我的心听候主，比守望人较迫切听候天光。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啊，就仰望上主，因为上主有不变，有救赎的大官能，有伊为救赎以色列，脱离因一切的罪过。下面咱要请第二区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是上帝超过风雨甲大海。
咱要做伙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2章第1节到第8节。相关的耶稣，请咱看银幕。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现着我来读。所以耶稣伫半过节前6日到伯大尼，就是列瑟路所住的所在。伊是耶稣对死人中互伊国活的，因就伫遐为着耶稣备办宴饭。马大的特殊校，列瑟路也是东道的一个。玛利亚就摕一捆极贵气真的纳达香油抹耶稣的骹，佮用家己的头毛擦伊的骹。因为伊要芳满厝，有伊的学生一个要卖伊的，就是加略人犹大，讲：啥事毋将即个膏油卖银仔300个来互送用人啊？伊讲安尼，毋是因为伊关心伫送用人，是因为伊是贼，佮管钱地。偷摕所下的拿定，耶稣就讲，出在伊将即个留着到我埋葬的日，因为常常有送向人甲因伫地，若是我无常常甲因伫地。以上，下面咱要请咱的牧师来讲道，伊今仔起要为咱讲道的题目是源头源头。请咱同心来祈祷，同心祷告。主，阮感谢你，透过礼拜，透过读圣经，互阮认捌你伫阮生命中间的要紧，让我们认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也认识到你是那赏赐万有的主。阮同心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因为咱是华语、台语联合，所以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听不懂台语，所以牧师会用双语伫遮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双语来与大家来分享。刚才在一开始的祷告会，我们有提到，现在我们最缺乏的，咱上欠缺是啥物？上欠缺是迄个水源吼。那回水水库，桃园北部还好啊，对不？回水水库满水位，桃园还可以稍微供应互新竹遐。但是中南部差不多有9座这个水库，9座的水库大概只剩1成一成。那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严重性、这个严重性化？台湾影响全世界，因为台湾的欠水，是不是影响全世界？你同意吗？同意无？为什么？恁若有股东的恁就知对吧？那个台积电所产生的晶片，是影响到全世界，特别在各层面的产品，汽车，还是一寡遮的电子用品这些都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嘛影响全世界。所以因此，咱的地位、咱的角色、我们的角色地位很重要。所以伫遮就想办法，咱哪想办法有雨水？你基本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祷告，还有无？节约用水，节约用水是一个办法，但是不能够长久，对吧？还有人工造雨所以农田水利署这水利署伊就伫3月初6就伫遮拜托空军伫石门水库，也是伫逐个水库的中间，
来做人造雨，伫屏东哦。但是我咧看3月7号，3月7号的新闻讲啥？咱农田水利署嘛甲大家电南宫伫遮做伙来合作，讲取雨法会，一方面人造雨，头一工做了，第2工来求雨。有当时我想讲，安尼我嘛会减持。那到底是谁？到底是人造还是神造？咱来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哦，因就找大家定南宫大甲真人讲，我搁捌一个名词，讲大家的这个定南宫的妈祖大甲妈，搁有另外一个名叫做雨水妈、雨水妈吼，毋知当时出这个名词吼，咱知影讲这个严清标这个当署长，伊讲这是头一遍求雨啦吼，毋知会成功袂成功，不过有败有保庇无败惊安怎出代志安尼吼，有败就有个平安有个盼望这个代志互我想着到伫《列王纪》上悬18章18章内底咧记载一个嘛咧求雨，有无？上帝讲要互伊经就经，3年6个月，3年6个月不下雨。过来伫18章，上帝甲以利亚讲，你去甲阿哈布讲我要落雨。以利亚就跑去跟亚哈王去讲，上帝讲要落雨，无来倒反。所以伫加密山，咱看以利亚一个先知，要大战多少个巴利跟亚瑟拉的先知？一个要对付偌济？咱有算过无？48还是偌济？搁较济。巴利的先知就450亚瑟拉的先知多少？用咱即摆讲的。西宫啦，你知西宫，你捌看过西宫咧做迄摕刷衣剑伫遐扑咧安尼无？圣经嘛有安尼记载，圣经有这样描述所以一个人要大战巴利跟亚瑟拉先知，加起来1比多少？850。闭一个喙烂，你可能会淹死对无？口水会被让这些口水淹没。所以以利亚就讲好，恁先。所以，对透早甲下时从早上到黄昏，就伫遐开始念、开始宣告、开始讲落雨，没有什么事。以利亚讲换我，他就呼召这些百姓，把12块石头代表12个支派，然后摆着来起着这段，然后讲拢一只牛嘛，切一切摆在上面，然后要谁使祭坛能够烧？有火烧，那一位才是真正的上帝。祭坛有烧无？西讲对早起到伫下时，拢无啥物代志。所以以利亚讲换我了。所以叫这百姓来，你们要心持2意，你们要存两有心，要到当时你来专心全心来敬拜，来到祭坛的面前。可能。对早起到下晡可能小可咧戆你要把它点火，对无？无简单，来叫人赶水来，一遍4趟，一次4桶，然后做几次？3次这样几桶？12桶，大家的数学都很好。把它浇在这些祭物还有水沟这样，那有人遐讲，要甲点火要点火不容易。还要浇水，这个就高难度，对吧？比较高的难度，所以他开始就祷告，向上帝祈求，然后就从天上对提殿降了会，然后把这些祭物还有沟里的水，修个打，所以这时候百姓就呼喊什么？背景的话讲以利亚，其实以利亚的名字，以利亚的名的意思上。
耶和华是真正的上帝。咱知影从巴掌大的云彩一直到上帝降雨，所以我咱想讲，今天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一些不同的信仰，无同款的信仰对吧？有人在慕道，照你的经验，谁才是掌管万有？是掌管这雨水的，是世下这些丰富资产的这一些的神，是巴力吗？他们认为是农业之神、生产之神、生产的，也是这个雨水嘛，是会当降落雨水。弟兄姐妹，我咱思考，你所信靠的，你所信靠的是真正的神吗？今仔日要透过这段经文，咱想两个问题，两个问题是：你察觉你生命当中重要的一个根源，你得着供应，你得到供应，你得到医治，你得到平安，你得到引刷，你得到喜乐，这款的根源是对倒来。第二个，我们来思想，我们在生命上面，我们在平常我们都可能有好的投资的眼光，有迄个投资的眼光，但是你有一个好的眼光，投资伫你性命，你献上伫上帝面头前啊无？还是你投资在哪里？你有没有跟这个样的一个根源有这样的一个连结？在我们生命当中，伫咱的中间，咱生活有一些的界限。如果你若有去看牧师录的3月8号，现在叫做什么节？你如果在讲38妇女节，你就会被瞪。现在说是女王节，对吧？大家去刚做女王啊？为什么啊？你就尽量刷，然后就制造这样的一个节庆哦。其实有一些的界限，什么叫界限？如果3月8号、3月9号，你有看牧师在每一天这个录影的这个在家会主在咱底下的灵修，咱提到马可福音里面提到什么？提到就是说，法利赛人因咧甲耶稣讲，你的学生食物件拢无啥，拢无洗手，有因的可能有看安尼吼。弟兄姐妹，伊咧提出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讲防疫没有什么关系，无啥物关系。伊背后就是咧讲啥？迄个礼仪是咧界定非基督徒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意思就讲，你对市场，你从市场回来，不是迄个洗手清气无清气，而是你有没有接触到外邦人？因为他们看外邦人是不洁的，无清气的。就好像我们以前是外邦人，被这些信主人可能是有一些的落差。所以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界限里面，伫迄个界限的中间，有当时咱伫咱的生活、咱的想法的中间，咱嘛有一寡这的，在教会有没有这样的界限？我们看这些人，看那一些人，我们看所做的，就好像像犹大，伊看玛利亚，今仔咱看这女主角，她所做的是什么？是浪费，看不下去了。一瓶这个香膏价值多少？价值偌济？圣经来讲300个银啊，有的翻译是30两，不管是30两或是300个银钱，伊是大约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一年的工资啊。所以伫遮咱看伊讲玛利亚，这玛利亚不是耶稣的母亲。是耶稣在伯大尼，我们上个礼拜谈到耶稣使谁复活？拉撒路是他的姐妹玛利亚，所以伫伊的生命中间感受了上帝伫伊的生命同在，那个是他弟兄死而复活的那一位主，所以伫伊的生命经历，但是伫别人的眼中来看，别人眼光来看，你哪会遐浪费？你浪费300个银钱可以周济，可以救济偌济遮的送佣人。乍听之下好像有理，你把这一罐的香膏真的很香把它倒在耶稣的脚，不是浪费吗？如果你没有体会到主
在你生命当中无体会到主伫你的生命中的恩典，你可能也跟这些门徒一样，觉得浪费，做这个事工觉得浪费。别个学生嘛同意呢。如果你去看马太26章，所以这段经文记载在哪里？记载在约翰12章，记载在马太26章，记载在马可的14章。在这边我们看到，很多人对主有不同样的一个观点，一个大偌济。有人对他来讲，没有好的形象可言。而且咱看讲，特别犹大，伊搁较无共犹大，因为圣经讲，伊他不是关注在这些穷人的身上。圣经新翻译本很直白的，咱圣经讲话出来这个很直白讲啥？伊是一个他是一个贼。然后呢，他挪用公款。如果你去看一些不一样的翻译本，当然钱财，你的眼光在那边，你就没有爱主的心。所以约翰福音叙述这些提醒我们读者，我们看。真正关心不是穷人，因为他的本性，他管钱，他盗用公款，他的眼光只看在这些钱，所以他看不下去，看不落啊。玛利亚对耶稣所做的，这些门徒也看不出来。玛利亚做这件事情，后来咱知影，我们读者最清楚对吧？我们读者从耶稣的回应。不要为难他，因为他是为了我以后我的死亡要做的事情，是为了我以后要死要行。所以我们看到逾越节过来，慢慢的我们要进入到棕树节，过来4月初是过偌济。所以牧师团在准备这个讲道中间，慢慢在引导我们看耶稣来，耶稣来，然后他渐渐的走进耶路撒冷，然后渐渐怎样走十字架的道路，讲的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代价。上个礼拜我们才守圣餐，如果你信主，你接受洗礼，你会感受到。耶稣为你付上代价，耶稣为了你死伫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代替那一些以前我们拜拜时候用猪公或者是这些的牲畜，看不出来，所以只焦点放在自己的眼光，放在自己生命的投资的习惯。咱可能有咱家的想法，咱家的投资，咱的习惯。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察觉他们生命当中这些恩典跟他的供应的来源。玛利亚有感受到，特别他在生活当中，他看见他的弟兄死了又复活了，又活生生的在他们当中，活跳跳伫因中间。所以，除非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除非你在生活当中你经历到上帝的供应。你才能够用11奉献来回应，你才能感受到哇，真正上帝拍开天窗降落，然后供应让我无处可容。你有开始去经历，你才会做这样的一个做法。你才会按呢做哦。但是门徒看不出耶稣从逾越节这一天这个前几天，然后要进入逾越节，进入棕树大道，进于到底十字架的道路。他们看不出来，因敢若看到啥物？因敢若看到因眼中一个犹大看见遐钱。我们知道最后他把耶稣卖了多少？偌济钱？30什么？30两吗？30块吗？30块甲30纽无共哦，所以伫遮咱有看讲，这个界限值犹大看不清楚耶稣的身份，弥赛亚的身份，没有办法无办法用耶稣的眼光来咧看头前的代志，伊用家己的想法，这声冒着啊，
他把耶稣当作是政治弥赛亚，他如果建立了王国，这个王国，我就冒掉抽了。他眼睛只看到钱财，但是自从他听了耶稣，听到耶稣讲啥，伊要死，伊要行入十字架的道路，哇，伊的心怎啊切了？但是他最后他还是想从耶稣的身上，要对耶稣的形象啊，还是最后捞一笔，所以他跟这些的祭司长还有这些人商定了价钱30块，比这瓶香膏还不如30两300个银币。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犹大他最后用这30块，他把耶稣的身价贬低，来看耶稣的身价足低啊。用30块，最后买一块田，那一块田叫做啥？血田，最后自己上吊自杀。因为界限，互咱看袂到耶稣所要做的。耶稣今仔若看待咱，弟兄姊妹，教会是啥物人会通伫遮敬拜？我会记阮细汉的时阵。住伫教会，你嘛知影牧师讲过，我的妈妈是做管会堂的，摒扫，所以我们小时候就要打扫。我爸爸刚买了一台摩托车，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你知影惊红头牵也被偷走对吧？所以有定暗时拢下课啊嘛，听力内底。隔工管理阶层换锁，啥物意思知无？你袂使停遮。我爸爸又换了一个地方，嘛是搁安尼吼。请问大家，我爸爸会不会信主？因为这样会不会信主？不会。当我们搬离开教会，自己买了一个房子，买一间厝。爸爸遇见车祸的时候，医生说要截肢，因为那时候他的血糖细拔，医生绝对说这个要截肢，但是因为大家有伊祈祷，甲伊恳求，所以最后没有截肢。我要讲的就是自己，当他遇见这位医治的主，医的主，他遇见这个恩典的根源的时候，他自然说他要信主，他要受洗。明白我在讲啥无？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重价要买赎回来的，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尊贵。不管是这些社区的人进来，可能刚开始我们不习惯他们的做法行为，兄弟姊妹，主的话提醒我们。看见耶稣，看见这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者，就怜悯他们，服侍他们，医治他们，供应他们。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说主啊，给我有你的眼光，因为我们过去被看轻，所以这个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在神的眼中，不管是什么样的阶层，在神的眼光都是一样。我们来看一段的影片，界限使我们可能看不清楚主耶稣所要的，看袂清楚耶稣要做的。有一个牧师，伊叫做流浪汉，他就到教会，伊竟然伫迄个会友的中间哦。其实这个时阵，因咧等一位新的牧师来。主任牧师来，用这款的心，没想到一般不会这样做，对不对？牧师上面牧师来，应该是穿较整齐较，伊毋是用这款的方式吼。伊开始伫遐半路啦，总是伫遐咧等，伊甲人讨，无人愿意互伊，因就进去礼拜。工作人员嘛，因为伊的清扫，无你坐较后壁好无？因人
拍招呼，大家嫌伊太过软弱，嫌他肮脏，人用不同的界限，拄啊牧师咧讲，迄个界限来看待这个，看待这个叫做流浪汉的牧师。感谢一个中者伫遮咧宣布讲，来咱来邀请这个新任的牧师来。这时阵，这个流浪汉慢慢，伊行到伫迄个戒段，大家想讲这个是要创啥？这个人是要做什么？怎么走来前面？所以摕麦克风，是麦克风讲啥？这个早起伊经历啥物？我毋茫咧转去反省。咱是毋是有这个耶稣的眼光？检测遐看紧的人，因会感觉讲开始伫遐见笑，流目屎，因意识到家己的迄个界限。刚刚有一天上帝在提升我们，我们有一些好的水准。好的穿着，如果耶稣用这样的方式进来，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是看得清楚，像玛利亚，她看得出来耶稣所要做的，或者是我们像这些门徒，像犹大，像犹大，亲像这学生看不下去，看不出来，看不清楚。但是只有耶稣对这个玛利亚说，伊所做是足水的，他看得出来，他明白耶稣的心意。别人看作浪费，但是他看，从耶稣的眼光来看，是一件水的代志，是一件美的事情。香膏用在主的身上就浪费吗？香膏如果变卖钱，甲卖去真正送向人，就没事吗？就是好事吗？玛利亚刚才是代表一切听主的人，他看见耶稣正为世人在预备，为了你我在准备面对十字架的道路，可能被轻看不起。圣经嘛咧描写了，咧描写讲伊无好行做，互人看轻。所以伊所表达的，伫耶稣的眼光是一件水的事。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先从华语来。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向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这是你心灵的活塞。玛利亚做了一件美事，她抓住那个时机，她在那个 timing。迄个时机，伊抓掉。检查伊知影耶稣因中间无偌久，所以伊把握迄个机会。有当时我想，牧师伫遮牧会会阁偌久，性命偌久，咱拢毋知。咱通把握迄个机会做伙服侍嘛？耶稣讲伊做的，正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机，你错过这个机会，就好像今天我们要选举长子、拨算，你有没有像玛利亚一样，我愿意为主来献上你的时间、能力、金钱、爱心，用在主看为好的事。一把这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虽然别人看轻，
别人对他生气，特别是这些跟随耶稣3年半的人。3年半无算短时间，他们对耶稣不认识嘛。有时候我们没有抓住机会，咱失去迄个机会时，咱会感觉讲啥？哎呀，我早知道就好。我那时候早知道就好。特别是某人你喜爱的某人过世的时候，可能你去参加迄个告别礼拜，你伫遐献花。可能事后有人讲，我若较知影，早知道，我将这花献伫伊面前，伊伫遐亲身刻着，毋是等伊倒伫遐，然后放伫伊的身躯。早知道，我就把握住这个机会。玛利亚她知道，正是这个时候，这个时阵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我们看到大祭司该亚法讲，就是这个机会，就是这一个除掉耶稣的机会。没有不同的这样想法看法哦。一个是正是这个时候把耶稣除掉了，伊是讲安尼，然后预言耶稣的死啊。如果你若去看圣经，你就会通看见这个大祭司，其实伊在宣告耶稣的死的预言呢，替全民死，但是他看不出来耶稣所要做的意义，他只是想把耶稣除掉，伊要甲耶稣解决诞杀。伊想讲用伊家的方法要除掉眼中钉了，但是他却没有想到，因为他所做，上帝把他逆转。本来要杀他，结果成就了上帝救赎的计划。耶稣学了这个玛利亚讲，伊是真正有眼光的人，无亲像这个犹大，他的眼光就是 money， 就是遐个钱。但是伫遮圣经透过耶稣的嘴，耶稣说什么？伊是为了我的安葬伫遮来准备的。咱来对比遮个马大利的玛利亚，其他的遮个好野人，因伫耶稣埋葬的时阵，然后甲带遮个所需要的香油，也是遮个要伫遐抹伊身躯的。但是玛利亚伊大声知，好亲像知，但是伊把握迄个机会，伊有迄个眼光，伫耶稣遐活着，亲像我拄仔讲，有人过身，你伫伊无过身的时，你表达送迄个花，伊会感觉足欢喜的，对无？毋是等待伊死倒伫遐的时阵，你甲献花。我想耶稣伊看见这玛利亚有这个眼光，所以把握难得的机会，把握这个机会，然后。如果玛利亚在耶稣死3天之内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代志，没有人会责备他。但是伫我的奇怪，大家拢伫遐责备，只有耶稣欣赏玛利亚，讲伊是有眼光的。最后一点，他所做的跟犹大所做的都会被纪念，拢会纪念。一个是好的笑脸，一个是安怎？歹的笑脸。咱今仔日咱拢会纪念啥？哇，这犹大哦，伊就出卖耶稣啦。但是有一些学者然后美化他，哎呀，就是因为他这样做，因为安尼做，他成就上帝的救赎计划。但是圣经学者讲他是贼，伊是一个伊贪婪这些钱财啊，他贪恋这些的钱财。所以一个人袂当侍奉两个主，要侍奉这个，搁侍奉迄个，要侍奉马门，就是钱财，又侍奉上帝啊。优先顺序，如果你搞对了，其实像玛利亚，像玛利亚赶快了。所以耶稣说，以后无论是福音传到哪里，拢会纪念这位玛利亚所做。真期待咱所做，就像玛利亚，不要像犹大。一个美好的女子，做了一件慷慨的事情，一个可恶的男人做了贪婪的事，主不喜悦。一个是主欢喜，一个是主不欢喜。所以伫遮咱看两个人，
拢互纪念，是好的纪念，也是歹的纪念。今仔日上帝啊，透过你我，透过你我的服事，要做一个好的、被纪念的，就像玛利亚一样，一件美事。你很有眼光，你眼光独到。刘安婷这位查某囡仔，伊伫11岁时阵，伊发现伊的老母得到乳癌。伊看见伊老母头壳拢落了了，这个信仰对伊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冲击。我妈妈不是信上帝吗？为什么会遇到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让他妈妈在病痛当中再次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是伊呢，因为这样，他离开了上帝。他质疑这位耶稣。他在国小考试，他的成绩都很好，唯独体育体育无法度。老师就甲骗讲，你若体育没有过，你就不能毕业。国小无安尼啦吼，那他就赶紧试着依靠伊老母所信的这位上帝。结果真奇妙，竟然过了。他没有料想得到，伊会当伫遮来过这个体育吼，所以他顺利毕业。伊伫大学时，伊考掉台大。伊当时嘛考上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所以伫迄个抉择的中间，伊伫遐选择这普林斯顿大学，伊出国伫遐留学。伊伫中间，伊也感受到讲犯错并不可怕，犯错人拢会啦。但是真正需要是你要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正确的态度哦。所以开始伫美国伫遐学习讲。美国说为美国而教，触发他回来台湾为台湾而教，所以他创立这款的一个机构，特别到伫偏乡底下来教这些囡仔无资源的，没有资源的，他就帮助他们。所以电视其实 TV 拢会通搜寻得到。伊有机会到伫非洲，到伫加纳。伫遐来做志工，伫遐教这些囡仔，因为安尼去触动，去互伊感动着，要为着台湾偏乡来教育。所以伫遮，伊本来是一个人生胜利组，又充满无限的希望。但是伊甲伊的先生真少年，然后投入伫为着偏乡。加写讲，神看人皆有价值，只要说我愿意。每一个人都有价值，不管你是啥物。俗句咧讲，咱马嘛安怎？咱马嘛一部踢啊，就是你至少你有一个恩赐，上帝要使用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当这位姐妹，她愿意把她的生命投资在神所看重的弟兄姐妹，你呢？你有较无甲这位生命的源头连接？你拥有他的眼光，你拥有他的价值观，你有伊的想法，而不是像犹大只想到钱，他的界限影响到他跟人的关系，跟主的关系，他把主的身份贬低了，价格贬低了。但是玛利亚她愿意，因为她经历过。兄弟姊妹，你若要经历这位丰丰富富、供应教育、各有春的主，你要家己拍开你的心。你选择你的生命是通投资伫上有价值的，还是你感觉你家己的想法看做好？因为细汉安尼，所以圣神咧提醒，我的生命会通用伫上帝看做好的你咧。咱做伙起立，咱用首诗歌，咱
咱要安怎甲这位主来连结做伙，羡慕主的同在，领受主的供应。无你的人，的确有冤伤，上帝你的听，永远无变换。找求你的人，的确有福气，你每日供应，上帝是我的产业。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阮天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咱着找求心内有梦，就有福气。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阮天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咱着找求心内有梦，就有福气。咱着找求。咱着找求心内有梦，就有福气。咱做来祈祷，主你真正好，因为你伫阮做罪人的时阵，就对阮好，就拯救阮，别出黑暗，带阮进入到你光明国度。主，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愿意为我们牺牲，流出宝血。你要把我们引到你丰盛恩典的宝座前，让我们用玛利亚的眼光来看待主，与主连结。互阮用真正的眼光，得到主你的学乐。阮所做是水的事，愿主你来感纳阮，感纳阮的心，感纳阮对你的奉献。无论是阮的心、时间、金钱，甲阮的快乐，阮甘心乐意，互主你来使用。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叫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咱的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咱就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是。
咱起立。主，我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学罗你，感谢你，互阮一生受到你的祝福，互阮伫生活中、工作中拢受到主你满满的恩典，求主你，互阮所有一切拢有主你，甲阮三甲伫地，感谢主你，祝福阮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厝的拢有主你的恩典，祝福满满。阮只是奉献金钱、财能，甲时间奉献做主路用，求主你来感纳。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请坐，请牧师来做报告。报告大先，咱要先来欢迎头一遍第一次来伫咱中间做来学罗敬拜的兄姐李淑珍姐妹、李淑珍姊妹在后面咱家欢迎原本伫国外这个倒转来国内林文全弟兄在后面来，阁有其他的头一遍伫咱中央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礼拜的兄弟无？好，若无咱来看周报消息、周报的消息。咱随时了后，咱就要召开会员好会请咱的会员一定留咧咱有按照小组的座位来入座。咱有开始对8点半对9点开始有咱的同工就协助来点名甲选票好咱未摕到这好的手册伫外口有一户咱摕一本啦咱疫情的关系请咱周报直接来了后时咱摕倒转去莫留伫教会咱3月28，咱会举行清明追思礼拜，3月28号。所以，如果你要追思的亲人你如果过去没有填写过这个追思卡有的相片我们可以交给我们的主任干事那边伫遮若有添过就唔免搁添如果你有亲人可能不久前过世那你可以在这个当中来做追思我们在3283月18加有主日的当中，我们有清明追思礼拜那个追思的名单就请见公布栏。咱伫4月10号、4月17有要举行少年家庭的训练，就是教你怎么样去跟人家传福音个人谈道鼓励咱这是2遍的密集训练请咱会当甲小组长伫遮来报名小组长来推荐特别这个装备是爱受洗的洗礼过洗礼过咱伫4月17进前报名来准备这个材料。咱这好会了后，请咱全人生命教育协会这个会员咱会随时伫礼拜堂伫遮来召开110年的年度会员大会甲志工大会。所以请咱志工会员你有参加无法度出席，请你一定爱写委托书你备参其他请咱家己来看咱先来念今仔日，等一下金句念完来，咱做来第一次我们来念华语来，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约翰福音12章8节台语来，因为常常有创用人甲恁伫地，若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约翰福音12章第8节。咱在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吼，那我们的直播就会先到这边哈，祝大家平安蒙福咱有咧看直播的这个聚会的兄弟吼，咱的直播就到这个时阵刷落去有会员的这个好会，所以就这个部分就无搁做转播愿上帝来祝福恁。好，来咱。